夜間聊天室，你哋好，我係 Simon。呢一集我哋講下特朗普同埋內塔尼亞胡嘅關係係咪有變化？喺5月9號，土耳其同埋黎巴嫩嘅媒體就爆出一啲消息，講到消息嘅來源係來自特朗普身邊嘅親信。報道就話特朗普係表示最討厭係被當成傻瓜，認為內塔尼亞胡係試圖控制特朗普，令到特朗普同內塔尼亞胡嘅關係係失去信任。好多人都花時間去研究一下呢個新聞會唔會係花邊八卦新聞。以巴衝突就已經打咗超過1年半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種族滅絕嘅行為，令到猶太人喺第2次世界大戰受到德國納粹黨屠殺嘅受害者光環都已經消失。以色列將自己曾經受過嘅苦難，今天加喺巴勒斯坦人嘅身上，引起咗世界前所未有對以色列嘅反感。大家都認為民主黨拜登政府係幫兇，但係喺美國嘅猶太人就係美國同埋美國政客嘅金主，所以令到以色列就橫行無忌。特朗普要唔要繼續做以色列嘅幫兇就成為一個問題。大約係5月初嘅時候，以色列嘅戰略事務部長就訪問美國，白宮係證實呢位部長係同特朗普進行咗一場私人會晤。呢一位部長嘅名稱係德爾默，佢同特朗普同埋其他共和黨嘅高層商討事務嘅時候，當然係有講到中東嘅政策，佢嘅態度係非常傲慢。咁當然亦都引致本身都好傲慢嘅特朗普反感。大家都仲記得特朗普先前嘅國家安全顧問華爾茲，係啦，就係拉咗一個雜誌主編入群，泄露咗國家機密嘅嗰位。華爾茲最後係被調職，據聞主要就係因為佢同內塔尼亞胡嘅關係太過親密。呢一位華爾茲就一向都主張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，但係就唔符合特朗普唔想花錢打仗嘅意願。講返一個以色列嘅部長德爾默，佢同特朗普嘅私人見面，就向特朗普施壓力，要美國喺中東同埋伊朗嘅問題態度要強硬。咁喺5月11號，美國同埋伊朗就喺阿曼嘅首都進行咗第4輪嘅核談判。特朗普就唔想聽以色列嘅要求，希望盡量唔好使用軍事武力嘅情況之下，同伊朗達成一個核協議。其實我哋都知道特朗普最近頭都痛埋，全球關稅戰同埋中美關稅戰都唔知點收貨，當然就唔想開打另外一場戰爭啦。美伊核談判嘅結果就唔順利，雙方係有嚴重嘅分歧。伊朗就堅持要擁有提煉濃縮鈾嘅權利，如果唔係呢就唔會妥協。伊朗就只係願意限制部分嘅核活動，並且美國要解除對伊朗嘅制裁。去到5月13號，特朗普又對伊朗極度施壓，向伊朗表明如果核談判係冇結果，美國係唔排除向伊朗使用軍事武力。咁我哋睇下特朗普係點收貨啦。中東嘅難題除咗伊朗之外，仲有一個胡塞武裝。3月嘅前後，美國同英國就對胡塞武裝進行咗幾次嘅打擊，但係都係點到即止。當然胡塞武裝背後嘅大哥就係伊朗。最近胡塞武裝攻擊以色列嘅機場又成功咗，以色列就面對住伊朗同埋胡塞，壓力當然係會有嘅。大哥美國又唔肯出狠手，內塔尼亞胡就當然不滿。自從特朗普上任對付胡塞武裝，美國就已經花咗成10億美元，其中就包括2架戰機喺紅海就跌落海。特朗普政府而家就要削減國家嘅開支，中東政策嘅代價係咁大，特朗普又點敢踩隻腳入去？今天大家都睇到以色列係仲未有放過巴勒斯坦人，特朗普都擔心如果要學拜登無條件支持以色列，美國係會唔會跌落一個金錢陷阱？唔好忘記特朗普係要北約交多啲保護費，日本同埋南韓都係一樣交多啲保護費。咁美國又點會喺中東大花錢？最近特朗普同胡塞武裝係簽咗和約，同胡塞武裝喺紅海唔要有軍事衝突。胡塞武裝係應承唔攻擊美國嘅商船同埋美國嘅軍艦戰機，但係如果以色列係繼續攻擊巴勒斯坦人，胡塞武裝就唔排除攻擊以色列嘅商船同埋軍艦，又或者以導彈攻擊以色列嘅本土。但係美國同埋胡塞武裝簽呢個和平協議係並冇事先通知以色列，所以就搞到內塔尼亞胡嬲到震。大家都仲記得喺3月份加沙係曾經達成停火協議，
並且係商談釋放人質嘅問題。特朗普心底裏邊係希望加沙停火，美國可以用嚟立威。但係後來以色列又唔肯停火協議，踏入第二階段，釋放人質嘅問題就冇進展啦。後來特朗普就向哈馬斯發出最後警告：如果哈馬斯係唔釋放所有嘅人質，你哋就要完蛋。並且係要求哈馬斯嘅領導層係要離開加沙。以色列亦都趁住呢個機會再次中斷咗人道物資嘅運送。並且係再度斷電。特朗普就唔理以色列，派咗一個特使名稱博納，同哈馬斯私底下聯絡，直接商談釋放5個美國籍嘅人質，其中一個就生存嘅，另外4個就要攞返個屍體。令以色列震驚係博納為哈馬斯講好話，哈馬斯都同我哋相似係人，言下之意即係話哈馬斯或者巴勒斯坦人都係有人權嘅。哈馬斯表示係願意接受5到10年嘅停火意願，係完全同內塔尼亞胡政府口中所描寫嘅哈馬斯完全唔一樣。到咗5月12號，哈馬斯就宣布最後1名嘅美國籍人質就會獲釋。內塔尼亞胡對特朗普不滿嘅就係美國而家係唱反話，以色列又點樣再可以吞併到加沙？我哋知道拜登政府係無條件供應武器俾以色列，就引起咗喺美國嘅回教徒同埋中東移民嘅選民唔去投票俾賀錦麗。其中最大影響嘅一個州份就係密西根州。喺呢個州份，民主黨係輸咗俾共和黨1個百分點。特朗普上任之後，以色列就更加冇收手。以色列係佔領咗戈蘭高地，繼續去攻擊加沙，包括醫院、轟炸南黎巴嫩同埋敘利亞。今年3月，蓋洛普有一個調查，只係有46% 嘅美國人係表示支持以色列，創下咗25年來嘅新低。同時亦都有33% 嘅美國人係表示同情巴勒斯坦人，創下咗歷史嘅新高。呢一個調查亦都顯示過去嘅3年對以色列持有負面觀感嘅共和黨人嘅比例就從27% 上升到37%。其中又以49歲以下嘅年輕共和黨人改變最大。我哋知道喺2月份特朗普係宣布美國將會接管加沙，清空之後就重建為度假區，可見當時美國同埋以色列嘅立場係一致嘅。喺我呢個錄音階段，特朗普係去咗中東嘅阿拉伯世界訪問，其中就包括沙特阿拉伯。以今天美國嘅財政困境，特朗普應該係去到中東傾生意，為美國謀取利益同埋投資，包括沙特對美國600個 million 嘅投資，又要求中東國家向波音購買飛機。最令以色列不滿嘅，又係今次特朗普係會見咗敘利亞嘅領導，並且係宣布計劃解除敘利亞嘅制裁。喺特朗普喺中東地區大搞外交嘅時候，以色列就仍然諗緊點樣殲滅哈馬斯。特朗普訪問沙特嘅時候，佢就宣稱希望沙特同埋以色列可以建立外交，但係以色列唔願意加沙停火，要沙特同埋以色列建交就困難重重。美國為咗阿拉伯世界嘅生意，買美國嘅國債，買美國嘅股票，買美國嘅軍事武器，再加上唔想喺軍事上俾瘋狂嘅以色列牽制，接收以色列呢個包袱，所以目前美以關係係有一啲負面嘅變化。我會繼續留意嘅，將來再更新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先。未訂閱我嘅網友，希望你哋快啲訂閱。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